这间店是叫，咱的店是叫新发了。啊，新发吼，五条港新发吼。大家拢知巴生是讲永顺话，对，五条港是讲五条港是讲，大家嘛知。东话话，哈？你是讲东话话？啊，东话话。啊好，OK，安尼讲我讲永顺话，你讲东话话。好，做工真正闲啊。东话话是讲做工真闲。OK，我细汉的时阵真正暑假拍过你。哦，东话话是讲我细汉的时阵真正遇萝莉，真正喜欢拍萝莉。拍萝莉。啊。这边有侪水，一款水，你会使家己对，你会使家己拣。哦，这边有真侪水，看咱喜欢啉安咪水，家己拣啦。阮的东话话是安尼款讲的。哦，安款倒手边甲正手边，你会安怎讲？啊，嘛是小双的。小双啊。啊，倒手甲正手。倒手甲正手。啊，共款的。头前有苏东即句话，东话话，你爱安怎讲？头前有小东通食安尼的。你嘛是讲头前啊？头前，阮是讲头前。哦。啊，头前。安尼款，你人五条港讲的面顶是啥物？面顶。阮五条港讲的面顶是，你是讲去巴生哟？去巴生安尼啦，就是去巴生咯，上去巴生咯。对，因为五条港这边是巴生外口的一个水水的港。水水的小岛五条港，名叫做五条港。好，感谢安弟啊。有闲较来五条港行行的，五条港是一个真好的空气，真好的所在。